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山，每逢追么西山逢，书面朋友大家好。俗话说啊，小书一段情，大书一股劲。弹词艺术表演呢，往往都是这个柔情绵绵的才子佳人，而评话艺术则展现阳刚之气的历史故事就比较多一点。王来你讲得一点也不错啊。那么呢，这几个名家名片当中呢，你要为大家介绍是两位著名台词演员张振华和张凤芝。那么呢，书里面呢，对里头两家头是十分的熟悉。一到两位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书读书，很有阳刚之气，让欣赏者呢欣赏里头的节目也非常的有精神。没错，说到这个小书大说哈，能否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呢？可以的。三书读书简单的讲就是台词演员台唱的台词当中呢，运用识别的技巧的成分呢也多一点。而且个演员呢可以进足，不像一般的台词演员当中的语言呢，侪是比较绵密的。而且里头的识别呢有一点比较倾向于平和演员所运用的各种方法，使人感觉到里头的语言很有力度，而让台唱的篇幅当中呢，所做的篇幅相对来讲是浓缩之一点。用几个行话讲呢，各种表现方式称之为三书读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觉得张振华和庄凤珠的弹词表演艺术啊，其中还有一点，那就是气派很大，也很讲究形体动作。对个，里头两家头一个芭蕾节目《神台子》，搿个一部书呢，虽然是台词。但是搿个一部书里向三代的角色比较少，往往侪是武生啊、老生啊等等这些男性人物多了一点。那么像搿个一类的书呢，比较适宜平和来演出。而张振华、张凤芝呢，要拿神台子演成功台词，搿个其中呢就要求演员要努力建设成是一部台词书目，但是呢也符合搿个书中的人物性格和是书性的需求。也就是讲，从搿部书的内容决定是里头的演出风格，成为了三书读书的一种表现形态。那神担子选回打担子哈，是张庄档的经典保留节目。那故事讲的是军犯韩林在边关大元帅及广大将官面前哈，表演他打担子这一个独特的武功。那可以说呢，这回书啊，是他俩是演的是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基本上是运用了说表的技巧和形体的动作来展开的。对个，张振华先生辣搿个一位书当中呢，表现得十分的成功。非但是说得引人入胜，而且呢个表现最好像是这一个武术训练的一位武术专家，会得当拳，会得武术的。张凤芝所起的角色呢，侪是男性人物，与一位女演员来对讲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下面呢，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与张振华、张凤芝合作的《打台子》。神台子二令从军到边关，得来一个将官叫侯亮。因此侯亮这个来小人为恨谁，什么今朝公报私罪。受党的荣光预备3级夺下军功，登上里。不晓得个桩事体，本来御前通知将往日出得信，因为你晓得二令是个英勇，所以呢公当当侯亮。非但侬二令抢得自家衙门里向，为得你结拜弟兄，地带规则把罪接风。公公谢我的天哪！往日初晓得阿公还有本事，尤其三粒袋子当得神出鬼没。像我本大爷侬阿公家来不，那又在金袋子里中。但不是趁现在辰光，请阿公来当两里看看。对，阿公，小弟去问兄长江侯报表，神称神袋子，真是一神，能否请兄长让小弟一报一福？学将军，女兄无你平常不堪一报。兄长可讨了！来呀！这一岁菜了阿公，一岁日比高挑，在斗当天津里向来扎去攻来是。家将到里向斗厅浪向，为武家浪向攻了袋子拿出来么地上放一放。好了，
女士们家长一个圈子们大家在了海口。神代之后领到这样的地步，还不能不当，因此对弟弟笑嘻嘻旁追上两步，手起手猛整个张包雕公王炸。好，我公报公。立刻将公啊的军事的人事部再开不报太阳光说的人手手发光。2009年的我张公首的考举得个张公为台北的，当代之前的要上个跟公益，上公益有3种上法，那样口起来。乃至要上个跟公益谁写的那个几何功力。第一种上法是靠2只手力到嘎，要拿个张公围住来。那么来到台北的呢，非要进第2种上法，这样一这样敲，一人说到地上，一人落后，嘎，噔，神就好上。那么来到在台湾的实岸也发来那么第3种上法，再搞一只脚上也好上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就是吃香来口的3种上法。20好本事2只手多多灵灵，等一等分量，呼呼下，不要紧，这张弓比自家一张弓为轻着1斤2两。杀实岸正中，龙武之辈这个一上水等于一公称。面孔笑嘻嘻，旁人一口气，旁功力旁人到水浪这口气里，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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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意思当我来怕背牢。水之功，你不该是气不用。切，哎呦！王日祖一口眼他个贼！哎呀，可把那2只手里是刚听得的了。像我上这根工艺，还要对2个圈子人功夫。你看里呀，你那脸上好动啊不动，可见功夫深远呀！何况这个王日祖如今啊！上好工艺谈身体遇到3个岁的袋子来可以谈松一松，这条水透进去摸出3粒袋子，袋子来怕波比放一放，2粒袋子随心离开，唯一一粒2个这里一个一粒女兄西去没有啊家长对话，谁能上对口？2个家长一口，这个万一袋子一塌糊涂，当得口啊口不进来，实在幸福着了还。分晓的袋子好了偌大，因此面目表情一点点都不。不晓得王日祖日子2根牙齿呢，在上的一口。家长一听上，我讲将军还好嘛，中规好，是啊，我们也看出来好啊。格来手上谁体怕磨皮？那么王日祖哪还喊？虽然自家不会当袋子，但是为了说自己，理性个上眼睛，只要从那个部位当了骨头，是晓得这里袋子大概那个沙上过。一旦忙到上头一口，嚯！这里袋子当得极高于实，这个名堂叫一飞冲天。老有3个袋子自家经常看的，一头一看阿哥这个袋子比牛山当的袋子也干得好几上得了呀！从一个方言也太可而吃呀！好啊！后生当中，神袋子和领谈，第2袋子上到公益了。将军请看我仔细谈，军纪多的只是打。
啥事体没得让等第一的，第一的那子爬出到顶地，里头头的，那为我的味道一步个辰光嘛，家长刚巧口气，大家是以前那种支支戳戳的辰光嘛，后庭写写，请看我仔细没有圆着公斤，家长口气怕死。啥个道理？第二的是谈上去，介绍第一的那子是敲到顶地里头头的，为我的味道一步个辰光，介绍第二的那子爬车上去，蒙第一的那子能当一顶，第一的那子把第二一顶顶高机上不随手，第二的那子顶了老然后走的一回。各地家庭看得天上，这个袋子好节子，老有谁军袋子、里中袋子，你还口气，当出几个袋子送上分帮的一个，奶奶的等到帮的有三两的袋子，啪一帮的啪忙往多的帮出去，有三当个王帮的，我那个袋子好啊，顶了老人和还有名堂，有名堂叫顶心袋。我们是做一个啥么子阿哥啊？这里袋子你还会得当个？这个名堂我晓得，叫雷神狗肉。这里袋子我听牛三是个厉害厉个，儿子离子几十年，一直离得一生。分为啥内位个？哎呦，看这个王日忠哎，他个这样，哈哈，你这里谁了日米？是谁？第一口一飞冲天原下里，第二口绿线狗月免费家好生的子，生的子，都的与神将他害，我也不拘一个最有罪，岂能让这一粒明珠投中美？三郎还个本事，我一定要嫁他个牛婿呀！阿哥，两粒袋子当得上哈，第三粒肯定会呀哈。阿公公，谢我的，请将兄长第三口。这第三口我将军请看，好了，一个众生第三粒当上去为要好，好等来喊你到西安里来听吧。
朋友，大家对庄凤珠老师的表演十分的喜爱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库当中呢，还保存了他和周建平先生合作的《闹严府》。在这部书中，他起的严兰珍也好，赵婉珍也好，起的都是多姿多彩的大家闺秀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也是弹词女演员的基本功，而她在神旦子的表演中呢，一反常态，突破了原有的输入，但刚一般弹词女演员都不愿意塑造的这样一类人物。我说女演员上，张龙是这个一类的演员，那你平台家当中是为首不多的。有的女演员呢很灵活，两大男演员一样，识血代唱，渐渐佳能，甚至呢为客串当上水。让原来正关了上水的男演员呢去做河水，那么张龙志呢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位。你曾经当张振华翻船口，遇到两家头一个翻船，他就是张龙志当上水，与张振华当一个河水。对，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他俩曾经合作过的杨八姐选回比武招亲。拉起来，他严密一掌，那一掌过来，西部王看得天天上说：“哇呀，三把分明的水，恨不得抓过来看看天上。”这啥福气小，谁知我这里忙正逼波浪响，要想抓上去，哼哈！军师晃妖精水出来，不能抓了，身后体痛，他腰里想晃，一个一记哇哈疼，两只水抓，那么军师面孔红。这个把你的hand里向我身上讲抓来抓去，不得里东北，晓得里不走好你的，啪啪啪啪啪，运用全功，我等于是西部王头头包围，啪啪啪啪啪啪啪，呼应的水涨当过来。西部王就看眼一眼，各路就发不动，眼一眼，大概上头进门，因此刚巧之一的辰光，不晓得军事小姐来让看。看来那还办法，眼睛多忙上路的人看来何不分之一行，对到杯里啪，2只水地上向一放，一个金刚手的去吧，好，哗哗呀的，真一个跟头，面孔涨红，3个字面已经湿透着。等到立起来的把水一走，后头家将看得清清爽爽，晓得叫你上去，啪啪啪啪。4个家将上来，拿军事小将头头包围4个国内当中一个胖拿出来羞红的路门上一上，一战马，拿军事小将胖造好了，晃一声红里涛说：“哈，军事你上了噻！”2张眼睛盯上子西部王看看，你，哇哈哈哈哈！军师没法光我，2夫学生与我今日虚贵神下，跟在人下，为主王府当为人情，绝不亏待你何羞！军师气得面孔干了是把人啊发抖，但是虎口内红，哇！看路上一个龙肉，我望要一口哎呀！而闻他西国王梅王府里今朝一口实的是，你讲香港不阳上，那哪办法？虽然我个地价，兵丁不是自家谁家不比。这不怕兵丁攻击自家农吃亏，哦哟！啊！我姑娘看得很毛谁上，啥么子？西部王上来是干不得的。我当不过不人讲，讲强亲，这个为了要得了，你会教训你。那么姑娘，你自个想想，送神在身呀，你连我在忙之着，点点眼睛，谁是绝对不是。姑娘个的确这个前世西君王，是那个西部王龙我就是这个，所以你们啪贴在比武台上上，大就砰夸吃呀，这个一贴贴的哈，贴到西部王后头呀，我看八斤忙进的百姓上一滴，走，你敢动手？啊！西部王眼一眼，外国人一看一看，报警呀！送什么？千天不是朗朗乾坤，竟给将将军之位当了的，说不得口头不得其实。你服我听，姑娘30我半斤忙里想指一指，个气里用的自家真好，衣裳说破半斤个鸡腿自家盯了一个比牛郎，我在应
当然要我天下闻名，要我用意是说发了君旨，专公为够讲的了，放了水仗，是个家家行业人哎，盼我个张梦11岁不必一类，英雄好不了，哼，将他们关下去，统统下去是啪啪。啪啪！英勇放水，英勇放了水。今日让你处置，下次再对时之后，要你的改命。啪！大计碎碎的，当即这样拉起来这一掌，关下去。哎呀，我也立得了了，跌到平台上下。看个人，这个动作真的好。东西两个王爷为有啥个面子啊？大子儿子家丁家将黄继母灰溜溜的离开该的。我王爷看得天天上升，哦哟，迎娶的各位英勇将军，非是今朝后宫不堪设想，邀君过来啊！都蒙英雄相助，老夫这厢有礼了。啊呀呀！老王爷不给呀，不给！为理不知，啊！女儿快快谢公英雄，呼咻！君子看得清上，今朝不各位公子呀相聚，真正不离都抢得起。我为于面孔，我在世家楼来。因此心里想非常感激，邀请过来学，都蒙英勇相聚，奴家在此一礼了。哎，君旨不改，微臣为礼了。是。一听个的声音么爱头。各位君子小姐听见个男人声音，要么摇啦，要么讲起东西王爷两个儿子，哇，真的哇，谁是个中枪的？现在这条喉咙呱啦松脆，听进去只觉得地震震了。嘿，刚才分之一面孔，那都要看一看。对妹妹家攀，抬起头来一看。真是这个他眼睛们闪一亮，好一位美貌美儿，光彩的目深红赤不，不知哪看到上一张面孔，心啪啪啪啪啪啪啪跳得不得了。既然那君子看中。一下子面孔都红起来，那么看中是那哈，说都不现在讲起来是3岁少数民族，哪怕比较开放嘛，总不见得有英雄啊，你说的编制我也搞不来500个钟13点，一副好看看，灵机一动，君子非常聪明，得过来，但是个牙不比么错了。你都跟说啊，弟弟，我要得个为英勇庇护。哇！王家对你眼睛呆呆，不人家举子内上门上，难得不人家庇护，我晓得我男人为自家本事好。要得你比一比，这个哪可以？虚的无理哎！对呀，看看你那林不清，衣裳裤拉拉么盘，我这里上头一指你开呀啊！王爷对头，一看不上头一块万福，庇护朝廷，我要的英勇庇护。哎呦，那么小子出来子，哎呀，奴俺那口中之例子啊，讲起1/2现在再一看，果然奴好眼光，各位公子呀，还要人气呀，哈！咁对路忙忙，记住你看中么今朝帮那个忙，我来张红豆啊！英雄，老王爷，东蒙英雄相同烧情斗，水晶水晶的杯有松松喜一礼。吃得这个，
侬一副来太小的，哎呀，都是了王爷，不该呀，不该。英雄遇到英雄，与小女比武吧。啊，比武啊，比武上去啊！老王爷，比武做什么？赵天呐！说得出的，侬一副来招亲的，哎，像妹妹不是来招亲的。啊！我来招请你上来做什么？一个来了有毛病讲，因我们军都人的呀，违背相距令爱妻进的呀。谁来了说得出个？啊，你鞠躬小女的么？我有说的有毛病的，谁就是要女就在忙着这个人呢？是啊。走，哪个要你相聚？你不相聚，老夫一律发耳的。不姑娘吃是吃的，有个种哪么那样的人，但是杀鸡也没拒，我不拒你还有办法的。没哈，那么这个说起来我拒错个，拒错他个。姑娘三头皮气呀，气骨子好无高的。是，都是违背相聚的不好，违背谁该为死。来了家媳妇写出来，基本人讲心里有啥谁该为死。好，懂得做女的，这个女性我看中，我找好多礼服太白，我满门你也受得了。好，今日就快快比了我吧。比夫跟谁比哪个比的？哎，都不该，违背告死了。且慢。这里规矩上得来的定要比武，莫非你戏弄老夫不仁？说一个总规矩的，这公嘛！当兵军是听得清清爽爽，写得下来让张后头还是帮忙在屋里看看帮腔呀，这点屋里几乎零用了还。对，要进过来，来各位公子也不晓得，今朝是你国军的命令呀，奉旨比武家庭，今朝你发比武出卖的一个，非得得来王爷，以欺君之罪，没得也杀他那个苦狼的个。去，看上去说的要杀他苦狼的罪。啥意思个？俺种斗名规矩个，不姑娘开的么？这个来忙门。不过有时来再一想，现在再对裙子一看，只看见各位裙子后生妹妹，都让顶来着自家了看呀。想着你刚刚的王爷，你都不必错了几句，王爷马上就要打裙子比武。哎呀！为各位君子看中我个，哎呀！姑娘想得个那面孔红个子，哎呀，做你的君子啊，哪么的花子给个子？难道我身上长个男人衣裳没等呀？显得我这是高来西呀，我跟你一样个呀。啥个你也搞不我吧？将来我也去搞不别人个呀，我不能比。不过这个想没。今朝是鸡龙家，真正弄我绑起来，但国王的都是不这样的。不姑娘这一想，比，不是几个，今朝比武招亲，啥叫比武招亲嘛？就是讲我讲生君子，我可以招亲，那么我非要迎孩子，我死他子还是不能招亲的了。哎，对，他君子比。都不比，我只比3个位啊！2级试试君子有几何本事，第3级我马上死他，把做下来入罪。对，姑娘是个也想那么心定啊！老王爷，并非违背不识对举，只因交到兵而不给高配，是经老王爷定要比武嘛，违背真命随时了。对了，对侬看看都要有苗的，答应比武，君子高兴啊，滴滴的有苗的。不过王爷对侬看看，那本事好个不样啥，等些那不能给当人的个，当人的是大落落个。君子对王爷看看，你放心，我第一个位个谁死不离。那么那像杨伯家还有生了位了。杨伯家里面第3个位要死他，加上君子第1个位要就要死不离，什么梦啊是样不的？王爷不必旁一嘞，君子得过来心里想高兴啊！
谁知英勇气，诸君之情难，英雄情难。是。双双东风得上迎，得下数泪和财神。我见面的还是一个男人，那么应当让君子先动手，是对君子看看嘛？你动手吧。君子对你看看，我哪还可以先动手？先动手是要死他个呀！不要么啥？再说我们那夫妻，夫妻嘛，总归夫了才留呀。那还我先动手？夫在前边，妻在后。我怎能强人先动兵？不能先动手。一个圈子对我来，咦，不姑娘口里不动手，好气呀！我不来亲吧。是主人讲一声啊，君子啊，谁知兵一根亲呐？对你讲不能先动手呀！你是夫君，我哪可以先动手？再说我先动手，谁要死他，死他谁不看着，为之东看看嘛，所以不动手。那为不动手呀？给你妈妈动手呢？不动手，啥地不动手家？要看来，有啥还看呢？实力还看给。哎呦呀，一啥看嘞？开得大吉，心齐下。他抽对我人才。石口
不肯当我同学要看，对个，担心我不做兄弟才要追个，你也不看的呀，你要看嘛，你去看吧。不晓得你懂嘛？黄口是口，读上兜圈子不比富，看个富商美不是这样。哎，哈啥东西啊？花地边都可在，美得要看新房里多看看么在。哎呀，不姑娘一听没法领着，把人家大子我了看君子呀！哎呀呀，请君子快快比武吧！君子啊，哪位的？这个富商实在一个，哎呀，君个了，哎，总归要比东西吧。哎呀，但是哪当你？当你不对，要当话这个不说的；当你眼睛要当上这个说不得个，你当还谁说不得个？一动脑筋嘛，耶了，实在让我来刮你一记不对吧？不知把你哪想出来？跳了蹦蹦了跳跳，过了么水起蜘蛛就的忙着你不对浪下，当心了！呀，姑娘也写出来着。对你看看君子啊，你不是比夫，你这样天赋，看你气量分用，跟侬用不得用啥里的，这用的一人气里面写上去，没。其实呢，一人啊太多了还，没有谁为分把那君子写上，说听见君子，哎呀，真哈，哎呀，上当着啊！哎呀，君子这下不是的。这个女杀不收家，君子跳起来带阵子牙口口，哟父啊，女孩死了，你倒死得开心了还。哇！我要带你看看哪个要发扬比武招听，哪个叫欧不里招听。你记住这个样子，我好少帮忙，刚巧叫英雄一人的样子，啊，一身好本领。啥子嘛比女婿子，可是我夫人人家啊，原来王爷这下不收的。那也要收个着。王家门开起火进来，带孙子家长屋头看看，来宽谁济公高无人这个家长屋头也进过来，说结果也没给济公呀，济公呀，济公呀！哈，有个种东家，有种西家，大子当了了，硬吃我个，可是我谁比他不答应个？你都举了海呀，我发奔都起来，发剑都起来，这为第一个发起菜的。你这个样子，家长举我去5不落上时，带着王爷看看哪道理，你离不起这王爷带你都忙忙放心随于我，来公一分封，统统起来！哎，我啥辰光让你都起来个哈？跟来了死生如何呀？是谢王爷，来公一分封，男人上分人很是了。喂，我啥辰光告诉上来讲过的，两样的呀，来炸！请公一进去炸，来准备一起单位人请炸。上坡的不肯进去，王爷谁气是猛真子，你谁让想炸一事情呐？难偷偷到底想哪个呀？没，现在我是上水呀，是个你认为个家？为了忙去看。妹妹姐，王爷的不姑娘偷干下要当要神清呀。下趟再说我去，那么我去吧。我去走了。好，观众朋友，这一期的名家名篇就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第27期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请大家欣赏的是赵开生弹词专辑。